Hello，大家好。嗱，小米咧出咗業績啦，到底要唔要追呢？馬上一齊睇下佢份報表咯喎，去片。Hello，大家好，我係 Ringo。今日咧同大家討論一下咧小米出咗業績啊，咁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後市有個部署呢？咁啊馬上開始啦。咁喺小米咧就正式出咗一個業績之後咧，股價就冇乜點太大嘅變動嘅，喺高位先低開大約幾毫子左右啦，跟住就即日嚟講咧，嗰個股價都有啲向上買升嘅動力，咁呈現一支陽燭去做收市。咁但係去到60蚊咧，暫時嘅高位都相對上有阻力㗎。咁到底市場上邊到底收唔收貨呢？嗱，其實喺個股價上邊，佢並沒有裂口低開，亦都冇大幅嘅裂口低開，亦都即係話啦，市場咧一早已經 price in 咗一個小米嘅業績。咁我哋之前嘅直播咧，其實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話我哋對於小米嘅業績咧，唔會有太大特別嘅非常之好嘅期望啦，亦都唔會話覺得佢好差啦。但係因為個市場咧一早已經係炒咗嗰個汽車業務嘅升幅或者係預期咧，咁應該係平穩上面咁樣度過嘅，咁亦都證明咗我哋嗰個分析係正確啦。咁我哋咧真正取咗數據之後咧，就正式去睇一睇呢份數據，佢到底有啲乜嘢嘅亮點咯。嗱，其實咧睇啲數據咧都話可以話好困難，亦都可以話咧好簡單嘅啫。咁我哋就可以集中睇一睇咧小米嘅最主要兩大業務，第一手機，第二就係關於最新嘅智能電動汽車啦。咁你先睇下手機先啦。其實手機咧喺2023至2024年嘅時候咧，當然佢個毛利係會有增加啦，但係我哋會發現咧，其實佢個毛利率比較持平啲嘅。以全年嚟計，2023去到2024咧，就係有21.2%。咁如果你再碌落去呢個表格去睇一睇嘅話咧，其實下方亦都有個按季度嘅一個毛利率嘅改變嘅，即係大約係呢個位置啦。OK， 呢度冇錯。咁如果你話咧按一個季度嚟講咧，即係話喺2023嘅第四季同埋2024嘅第四季咧，我哋會見到喺手機同埋嗰個物聯網等等嗰啲業務咧，其實係由21.3% 跌咗落去20.6% 㗎。即係按季度嚟講咧，其實佢係有少少下跌嘅跡象㗎。OK， 咁但係全年嚟講咧，就拉上補下都維持住一個一樣嘅水平啦。嗱，坦白講啊，如果冇智能電動汽車呢個新派嘅業務嘅話咧，等於呢份業績咧就話俾大家聽，小米喺普通嘅手機發展上邊都係屬於平穩啦，即係叫做有功課交到啦，亦都冇話點樣大跌。但係你話亮點咧都真係唔係好多嘅啫。咁即係話啦，如果撇除咗智能手機即係智能電動汽車嘅話咧，得手機業務應該都唔會話有太大嘅升幅或者跌幅嘅。咁但係啦，由於我哋今次嘅小米汽車咧嗰個主要嘅突破點就係佢可以媲美到一啲而家比較喺市場上面熱門嘅汽車啊嘛，咁所以啦喺個銷售量上邊咧，大家都見到會有一個保證，又或者啦見到個數字咧，似乎都追得到一啲傳統嘅大廠喎，甚至乎啦雷軍講嘢咧都講到言之鑿鑿又話點樣準備要整一架超跑出嚟產生好多個憧憬，咁變相咧喺市場上邊有好多嘅大戶或者係一啲投資者咧都諗住提早去部署一個智能汽車嘅一個升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喺嗰個升勢上面咧，其實都未出業績咧，就已經提早炒足咗一季噶啦。OK， 咁我哋可以諗一諗喎，如果2023年同埋2024年嘅價位大約係點樣嘅咧？咁當時咧2023全年啦，平均價就係12-13蚊度啦。2024年咧有一個汽車嘅真係要製造小米汽車落地嘅資訊咧，咁削量就炒過去20蚊左右嘅。咁直至到咧係最近啲小米汽車都賣得幾唔錯交付量都非常之唔錯咁一嘢夾咗落去60蚊，即係話其實高低位咧係升咗成4倍啦，15、30、45、60蚊，即係接近升咗成300% 噶啦 ，OK， 咁因此咧，我哋自己會估到小米汽車喺呢一波嘅貢獻嗰度咧都幾高起碼貢獻到咧成30零蚊左右噶。咁問題就係啦，以小米而家呢個嘅成績淨係睇佢個汽車嗰 part 嘅業務到底可唔可以繼續撐住佢，俾多幾蚊俾多10蚊，俾多20蚊佢咧？即係話啦，如果唔計汽車業務，我覺得小米可能都係最多得20蚊嘅啫。咁但係有埋汽車業務，即係話淨係呢嚿嘢都貢獻咗成接近
即係接近去到60蚊嘅水平。咁但係你又睇一睇喎，其實以一個數字嚟講咧，智能汽車嘅毛利佔成間公司嚟講咧，其實有排追嘅，即係話大概係10零個%左右啦。O 唔 OK？咁但係手機咧依然係咁強勁嘅喎，咁即係話啦，喺個智能汽車方面咧係俾咗好多 premium 喺度，而令到成間公司呢個市盈率咧而家係去到57點幾個即係市盈率大概係57倍左右啦。OK？咁即係話啦，我哋到底要估計佢可唔可以再繼續升嘅話咧，就要稱下小米汽車對於一般市場其他比較厲害啲嘅汽車股，到底佢係咪真係咁鬼勁咯？嗱，啱啱我哋嗰個報表都會見到啦，其實小米汽車嗰個毛利率咧大幾多？我哋睇多次啦，個毛利率咧就係20% 左右。咁20% 喺汽車業務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叫做收貨嘅。譬如話啦，我哋睇下1211為例比亞迪。咁我哋可以睇翻咧，喺呢個報價下方揀個財務，咁我哋就見到啦，將佢碌落去啦，我哋會見到咧下方有個毛利率。咁其實咧喺比亞迪以全年嚟講咧，其實個毛利率或者係 Q3 咧，大約都係平穩20% 左右嘅啫。咁即係話啦，比亞迪作為一個長期即係戰鬥嘅一個品牌，一個老品牌咧，佢維持到20% 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噶啦。咁喺小米一個初投資落去啱啱新製造車嘅話，而佢嘅毛利率亦都 keep 到20% 咧，其實我都搣到呢個行業嘅標準嚟嘅。咁你如果好奇嘅話，你可以睇埋咧2015啦，理想汽車係幾多咧？又係20零個%嘅，但係佢個股價就大家都見到啦，比較立滯啲啦，甚至乎咧都不能夠上翻去之前嗰啲高峰180幾190幾，甚至乎你話睇埋最近升得幾勁嘅小鵬，亦都有一個業績出現啦，咁佢個毛利率係仲低啲嘅。OK， 咁但係你又睇翻佢個市盈率咧虧損嘅喎，即係話你都仲未真係有一個真正嘅盈利出現嘅話，咁亦都可以炒嘅。咁呢個咧就係吊詭之處啦，即係話啦，有陣時咧炒一啲港股或者係炒一啲嘅股票咧，其實佢嘅憧憬係有陣時真係凌駕於佢一啲嘅基本分析，即係我哋係炒佢嘅預期多過佢嘅真實嘅數字嘅。咁但係去到最尾點都係要回歸翻一個真實嘅數字，即係始終一間公司咧係唔可以長期維持住虧損，都可以有個咁高嘅估值或者市值噶嘛。OK， 咁即係話啦，喺小米嘅毛利率即係關於汽車嘅毛利率嗰方面咧，應該都係屬於都叫做唔錯嘅水平嘅，即係起碼同個行業都差唔多啦，亦都唔會話太過弱雞，亦都唔會話太過好嘅。OK， 好啦，咁其二就係乜嘢咧？就係關於嗰個汽車交付量咯。嗱，我哋睇一睇啦，之前咧我哋話韋小李三寶咧，佢嘅汽車交付量其實係幾多咧？我哋會見到啦，喺9868嘅每月汽車交付量咧，大約啦就係3萬架到啦，即係同比增長有570幾個%， 3萬架。咁你就唔使睇嗰個咩增長比率嘅，你淨係睇嗰個3萬架就得㗎啦。因為始終你增長有幾多，如果你嘅基數好低嘅話，你個數可以1000%都得啦，係咪？咁所以啦，我哋咧就會睇翻嗰個真實嘅交付量數字。9868就係3萬架，2015即係理想汽車咧就大約都係26000，即係26000、27000架啦，或者係之前平均咧都去到4萬幾、5萬幾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咦喺理想汽車之前有4萬幾架，而家跌到落去2萬幾架。咁亦都解釋到點解啲股價咧好難升翻上去。喺呢度咧，暫時以3隻即係我哋啱啱討論嗰4隻汽車股嗰個走勢咧比較弱啲，亦都係有啲咁解嘅喎。好啦，咁如果大阿哥又點樣啊？大阿哥咧就係比亞迪啦，咁佢就簡直係厲害嘅。雖然嗰個數字都有跌咗噶啦，咁但係咧佢起碼都 keep 到大約係有30萬架嘅交付量，係咪爭好遠啊？咁所以啦，你話行業龍頭係真係有個意思，即係始終佢嘅市佔比咧都非常之高噶。好啦，咁我睇埋最後個主角啦，1810啦。咁佢汽車交付咧，咁係喺呢度可以睇翻嘅汽車交付量。咁佢呢個係按季嚟㗎，所以我哋咧就需要除翻3啦，一年有4季啊嘛，每季1個月，每季3個月。咁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喺佢按季嘅話，大家加咗7萬架，除翻3咪即係2萬幾架到咯。咁即係話啦，以毛利率同埋以交付量嘅真實數字嚟講咧，其實就同
即係2015講真係差唔多嘅。咁當然唔可以淨係睇呢兩樣嘢嘅但係我哋都會見到，咦呢個數字其實都差唔多喎。咁佢可唔可以再個額外嘅增長咧？係我哋作為一個分析師或者交易員想見到嘅嘢咁樣咯。咁即係換言之啦，對於一個小米佢喺淨係睇汽車股，而佢嘅汽車收入暫時成個集團嚟講都係大約係10%左右嘅啫。咁佢係咪值得等我哋去加多 extra 40蚊嘅premium 俾佢咧？因為本身我哋預計，如果佢淨係得手機業務嘅話咧，佢最頂得20蚊啊嘛。咁而家有接近60蚊咯，咁即係話40蚊嘅貢獻咪來自於炒汽車股嘅波幅咯，或者個 premium 喺度咯。咁到底佢可唔可以premium 到70蚊、80蚊、90蚊、100蚊咧？咁我覺得小米暫時嚟講咧都非常之困難嘅。即係簡單啲嚟講佢嘅汽車可能喺個媒體上邊都真係幾唔錯 ，marketing 做得幾好，雷軍嘅説話好好聽。咁但係以真實數字嚟講咧，我哋就睇佢嘅憧憬就多於佢嘅真實數字。因為坦白講，真實數字咧其實大部分嘅汽車股其實都唔係話差得好遠咁樣咯。咁因此啦，喺個後市嘅方向上邊咧，我覺得小米喺高位度咧應該都係要唞一唞，多過好似1、2月咁樣無限量向上升，一個月1倍，一個月50% 咁樣升幅嘅。呢個咁樣嘅升幅，譬如話去到80、90，可唔可以去到咧？我就真係唔夠膽高追啦。OK， 咁我寧願喺高位度咧，可能有啲向上打、向下打、震下嘅形態咧，咁等我去逢低位吸，譬如話掟到50蚊咁試一試，或者掟到45蚊又試一試，彈翻上去嘅譬如話55蚊或者樓上分住咁樣去走貨咯。咁但係你話佢係要即刻要大冧檔，即係瓜柴咧，咁當然就唔係啦。因為始終目前嘅數字都依然增長緊，我哋亦都會期待咧下一個嘅業績希望佢可以做得更加之好咁樣咯。好啦，今日就係小米嘅分析，希望幫到大家喺基本分析上面同埋圖表分析咧以至於個動量形態大戶嘅邏輯都可以幫到大家。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交易實戰初學示範買升30蚊點，交易實戰初學示範買升30蚊點，交易實戰初學示範買升30蚊點。1年見證平倉，超過90%勝率，贏錢啦，816蚊，追翻2萬啦，1400蚊，做唔做到啊？4000蚊17點半，全城最赤裸、最真實實戰交易，一槍定勝負，加上美股真倉交易直播，你準備好未啊？